加号，按一下变成打勾就加入，已储存到媒体库。荧幕画面右下媒体库有没有？要找以后要找播放清单，就到媒体库那边按一下进去找，也可以按向右的箭头分享，可以找到电子邮件那个储存起来，可以储存播放清单名称还有网址。只有讲到爱情的过程开始维系，然后来结束。一般那个连谈恋爱都会有正反合呢，原来婚姻生活也会有正反合呢。要超越那个反的阶段，要有智慧啊，所以要不断的学习、成长呀。会遇到问题啊，过程会遇到问题，要学习啊，要有智慧，才能化解问题。度过那个缓的阶段，才到那个合作的合，百年好合那个合的阶段呢，要努力，要学习啊，要学到啊。